美国讲要阻止中国拍台湾，咱国嘛增加备军备预算，不过在这2个月咧，家己做武器的经费恐惊会减少。今仔日透早，南投仁爱乡第14架线有路段，因为结霜氧气变较骨，有几啊台奥多摆就因为安尼厝倒去。美国 CDC 的委员会投票建议停止对拄出世的婴仔注美型肝炎疫苗，不过台湾是决定无要军队。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12月6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，我是张曼婷。美国公布2025年上新的国家安全战略，其中唔但讲到台湾被解，佮强调讲会透过军事力量甲盟友合作来阻止中国攻击台湾。咱的总统赖清德嘛伫社群刊文，感谢美国来维护台海安全。美国川普政府当地时间初4暗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，专门有33页文章，唔但是8摆提到台湾。比拜登政府时期，伫内容中表示无支持台湾独立。川普2点空无提起这段文字，意是讲美国无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。虽然在川普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强调美国优先、盟友分摊的概念，台湾都一直被视为美国不可取代、不能退却的战略、经贸以及科技重要的伙伴。但是针对中国大陆，他们的用语是非常谨慎的，显示美国会利用多元的手段来面对台海两岸的这个变数。总统赖清德是伫社群平台感谢美国将协助台海冲突列为优先事项，佮强调第一岛链的安全互方更加解脱。这个战略目标就是台湾无代志，印太都无代志。也毋过报告中虽然呼吁自海爱台湾对台支援，也毋过提起中国的部分，也方认为面事更加谨慎，避免受过强烈学者认为，这是接应老罗斯福总统的战略技术，无直接指责中国，所以也做好所有上歹的准备。提出美国跟盟国都要有这个集体防卫的能力，等于间接的替高市早苗首相的启动集体自卫权的说法提供背书，也是象征地缘政治的翻转，中国变成最大的威胁。川普政府近期持续展现对台的支持，包括川普总统刚签署了新任期首项友台法案、台湾保证落实法，以及宣布对台首批军售等。台湾将持续稳健推进与美方的安全合作，确保台海与区域的安全与稳定。外交部也搁一摆表示，政府会继续积极强化自身国防实力，包括8年1.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，就是要向国际展现台湾坚定守护国家、维护现状的决心甲意志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为着反制中国不实的军事威胁，咱买军备预算是逐年拢咧增加。立法院预算中心就烦恼讲，这恐惊是去压缩着咱家己做武器的经费。对此，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，会透过共同研发甲生产来提升国防的自主能力。台海情势紧张，中共提高出动歼10、轰6等各型机对台发动联合战备警巡。国防部初6发布，将迄攻击29架次，其中19架次飞过海峡中线，配合共人6只侵扰台海。另外，还有一粒中共空炮气球出现伫基隆西北94海里。国军应变处理强军威胁，根据统计，中共为11月到即马已经伫台海执行5摆联合战备警巡，并另外逐礼拜1摆。为了捍卫家园，国军高买武器装备预算逐年增加，今年一般装备预算来到1030亿1321万外，明年提升到1189亿3481万外。不过，立法院预算中心表示，国内产值经费占比属逐年降。今年只有37.09%，明年更加是降到32.26%。将这些相关的国防技术，我们自己能够透过技术移转，那共同研发，或共同生产，来尽量努力让我们的国防自主能力能够提升。国防部一般的装备超过上千亿，但是国内的产值却再度创下近年的新低。这代表我们的国防自主，还有包括国防带动国内相关的产业，包括技术的转移以及就业的机会，根本就没有好好落实。
因为对外军购、国内生产拢便利伫一般装备预算。预算中心表示，蔡政府时期2020年有超过7成经费用伫国内产制，不过最近几年大降显示对外军购需求增加，恐惊压缩国内研发加生产空间或者经费。关键伫对外买多一寡武器装备，飞机啦，或者潜舰啦，或者是船舰的这种载台。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跟美国必须要去外购一些相对应的一些系统，甚至是雷达，甚至是其他的一些零附件去维护它，维护这一些武器能够去正常运作的零附件。赖政府透过加强对美军购，要快速形成国防战略，在野烦恼国内产制比例逐年降。台湾要发展国防自主，恐惊要变做空话。民进党立委区志伟甲林俊宪进前呼吁，对外军购合作要落实基准，或者建议会当向美国争取部分武器伫台湾生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在地消息来关心，今仔日透早南投仁爱乡的第14架线有路段，因为结霜扬起就变较骨，造成有几若台奥多摆拢触倒去。警方表示，这入冬了后，第8线甲第14架线的路况变化有较大，就要搁较注意线区的状况。骑机车人经过弯曲的线路，当要驶过弯道时，车身起去，刷落来就变到伫涂骹两辆参车往头前出去。技术弄着刷边才停落来，还阁差一点互对向的车弄着，好佳代只是受到轻伤。意外发生伫初六早起6点外，母岭通往小雪楼的水晶宫路段，因为路边结冰，造成就线的人机塞车。看到车友表示，至少有5台。台14甲线31至33K 水晶宫路段因路面结霜溶解，五岭至松雪楼路段山区弯道容易造成车辆打滑。警方表示，最近有不少民众夜冲母岭单日出，也提醒用路人入冬了后，第8线甲第14架线路况较侪变化，就算进前爱关注气象甲道路资讯。台管处也提醒，这个路段日照时间短，只要水气有够，加上气温低，路面就结冰。上山的时候车速要慢一点，然后要携带保暖的衣物，然后不要勉强的冲上山上。第一个是当然是速度放慢嘛，第二个是转弯的时候尽量不要车身倾斜。那当然，如果知道最好是不建议上去了，因为那个结冰确实会影响操控很多。何必杰表示，这个路段若结冰，路面会当讲无摩擦力，重机骑士经过这个路段，爱避免龙头过度转向，利用重心转弯的方式慢速驶过弯。车辆也爱加挂雪面，不过事先若知影路面结冰还是积雪，爱避免去较不安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副总统萧美琴昨到宜兰去参加活动，一个24岁姓林的警察伫咧做交通管制时，煞互一台箱仔车弄着，伤势真严重。不过其实这位警察是休假，互人调转来上班的。警方就强调讲是配合重要勤务才会调班，也这弄着人的驾驶嘛已经甲依法上班。桂林警员的女朋友伫病院着急诊台手一直喘，因为警员初5暗伫头城庆云路就现副总统萧美琴着紧勤务的时，伫路口控制好时，煞去互一台黑色箱仔车弄着，受伤严重，只大腿骨头支气。经过杨内病院3点钟手术了后，状况稳定，转去北营就医。副总统萧美琴初6早起出席台南大学附设130周年校庆的时，对受伤的警员表达不甘，希望早日康复。家人发生事故。这种情绪跟难过，我们都非常的不舍。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他安心疗养，顺利康复。大溪分局长吴正桥初6早起率领警方各个后田，分局的气氛更加是加起压，因为警察38期毕业的下姓林警员，到警察才4年，平常甲同事斗阵和谐，工作认真积极，捌协助找无路的长者，登上警方好人好事班面，也主动向分局长请托，调去勤务无用的大溪派出所，就是为着要赶紧累积分数，调回新北家乡。那比如说深夜寝啊，我们买宵夜回来，他问大家，需不需要一起他会带回来这样子。那所以大家基本上跟他都相处的还都非常的好。这件意外也引起家属质疑，安怎伊初5迄日明明是休假，也妨碍勤务。偌济人做偌济代志就好嘛，一定爱求咱这休困。本分局各项重大勤务、重要勤务均会依警力需求弹性调整人力配置，予以调整轮休。相关做法属勤务调整，
不会影响同仁休假权益。警方表示，因为代志发生迄日，有副总统伫勤甲运转柜勤务，拄着重大轻微时，已经着需求，调整认着配置，袂影响同仁休假权益。另外，假使会生75人，是讲平常时啊有慢性疾病甲爱困的情况，警方初步检判，亲就是驾驶精神不好，才会出代志。专案以过时伫东上海甲红海公布罪嫌上班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2027年开始，就全面禁止用喷饲猪，也原本这油喷拢是猪农协助处理的，未来餐厅的喷就要交予清运业者来处理，也这成本是定着会增加，最后恐惊是消费者要来担。外界就呼吁政府爱想好配套，避免这业者因为处理喷的成本加悬，就统一来起价。婚宴现场人客也食甲欢喜离开啊！这个时阵正是工作人员无用的时阵，特定食剩的菜、食做喷会被集中来回收。不过行政院决定2027年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，所以可能受到冲击的，就是这个餐厅业者。因为刚开始的议题嘛，还没有听到一个比较确切的这个反应。在下个礼拜，我们应该会有北中南的会员，我们这边会去做一些收集。其他连锁业者可能受冲击的，讨论安怎来应付处理。就首先受影响的是桃园、新北、甲屏东这所在业者，因为已经有200外饲乌猪的农民不满，禁止用喷饲猪，讲要抵制。未来还佫代收学校、团膳业者、甲餐厅事业的喷，也若长期来看，全台湾拢受影响。医用事业的喷是由猪农协助，喷的处理费一桶是补贴猪农50到100块。未来禁止用喷饲猪，餐厅必须靠这个清运业者来处理，均补价一桶是1500到2000，恐惊增加业者成本。也若消费者烦恼业者计出成本会加伫这个餐费顶面。那他们可能就说把这些厨余呢，就是做其他的用途，所以这个月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1个月要增加3000块的这个费用。那如果说政府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，那是最好。对此，环境部讲，转型期间喷油会使饲猪，清运免烦恼。对着部分猪农想要停收喷来抗议，也补助地方协助清运。另外，外界关心学校的团膳，均一天大约是200到300吨喷，也真侪处理的难题，恐惊进一步会造成营养午餐来起价。要做统一账价哦，然后能够在这个减少剩食哦一起合作的前提下哦，我们会朝这方面跟团膳业者去做协调。教育部讲的跨部会协调营运也鼓励学校营养午餐的食物拜称伤济，尽量减少浪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镜头来看国际新闻，美国 CDC 的疫苗接种咨询委员会投票建议讲要停止对拄出世的婴注 B 型肝炎疫苗，认为这感染的风险是真低，建议若是要注疫苗，会等到2个月大时阵才来注。也这个决定是引起强烈的批评，有专家就烦恼讲，这恐惊是互搁较侪婴去患着 B 型肝炎。DFO has transcribed 8 votes yes and 3 votes no. The motion passes. 美国 CDC 疾管中心的 ACIP 疫苗注射咨询委员会提高投票通过决定，停止美国长期以来对拄出生迄日的婴儿注 B 型肝炎疫苗的建议。这款的决定遭到真侪医学甲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强烈批评，公卫政策倒退30年。This first dose was delayed to 12 years, which is being talked about widely among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. We would see something like, over 700 new hepatitis B infections. ACIP 认为，大多数婴儿感染 B 型肝炎的风险真低，认为过去对婴儿疫苗的安全调查研究并无充分，也烦恼医生甲护士并无甲家长充分讨论疫苗的优缺点，所以决定只建议对母亲检测。定限阳性的婴儿甲母亲无接受检测的婴儿，伫出生的时注疫苗。那家庭决定无要互囡仔伫出生迄日注疫苗，爱伫囡仔2个月大时开始注，也毋过说无法度提出延后注的科学依据。美联社报道，有一份报告评估，那延后2个月注疫苗可能造成至少1400个儿童感染 B 型肝炎，造成480人死亡。They person after person got up and said, if you don't have a mother that has hepatitis B, then you're not going to get it as a child.
And that's just wrong. 根据 CDC 数据估计，美国大约有240万个 B 型肝炎患者，其中有达到一半的人并唔知影家己已经互感染。美国过去伫1991年开始建议新生儿伫出世迄日注疫苗，互当年儿童18000例美肝病例大大降到2200例。虽然这份建议也要经过美国 CDC 决定监视接受，不过即马已经有部分州甲地方官员表示，因无拍算听 ACID 的建议，儿童团体表示会继续建议所有的新生儿照过去规定注美肝疫苗。公司新闻台视董平玉。美国建议拄出世的婴仔唔免阁注美型肝炎疫苗。咱的疾管署讨论了后，是决定无要跟对。咱台湾也是会维持婴仔拄出世爱全民注美型肝炎疫苗的政策。新生儿如果有这些禁忌的状况的话，就不会立刻接种。所以这也是你们关切的，为什么只有24小时接种率只有93%左右。疾管署强调，咱台湾的美型肝炎英国是不流行的，而且根据统计，全民注疫苗确实是有降低6岁以下囡仔去感染到美型肝炎的几率，甲美国的状况是无同款的。为着避免造成风险，所以才决定要继续维持婴仔拄出世就爱注疫苗的政策。再来看全国850位台仔，这2天是伫咧新德馆比赛，要选出今年的冠军台仔。这挂比赛台仔达尾身价是拢真悬，甚至一只就爱上100万。这工作人员是拢唔敢大意，真谨慎的照顾。甲装台仔的落啊，细粒轻轻放伫水池仔内底，先互伊适应水温了，再当放开。伫日本甲台湾，因为台仔有代表好运的意思，嘛，这一尾一尾台仔身价真悬，有诶甚至有上100万的行情。我们台湾产的锦鲤已逐步在追上国际的脚步，甚至有超越的可能了。其实我们台湾锦鲤已经慢慢变成另类的一个台湾之光。主要是单顶是代表他们的国徽嘛，一全白，再来一个红，这是我们看得到，就是眼睛就可以看得到，它就是很显然的就是日本的国语。今年来参加比赛的台仔有850尾，是最近10年以来上侪。专家讲，一尾好的台仔，体型、色水，还有整体看起来感觉拢真重要。最主要是它的体型占60%，那它的模样占30%，它的品味，还有它的那个光泽，这个都是在比赛的一个评分的一个标准内。后来开始小连续2天的全国台仔比赛，邀请来自日本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新加坡等等国家的裁判，希望透过比赛交流，和台湾本土勇士技术再升级。记者君和新竹报道。国内有真侪动物拢捌受到山猪条陷阱危害，这骹手就互人切断。今仔日就有民团呼吁讲，爱甲动保法的内容定较严格，袂当是干那禁用山猪条，就爱禁止进口、禁止制造，佮有卖互别人，安尼才会当全面来改善。真欢喜甲主人生来小乌狗喜美是一只3只脚的狗，因为山猪条陷阱失去一只脚，在主人耐心照顾之下，伊佫徛起来专注有伫公园走来走去。黑美刚开始的时候，它也相当的惊恐，所以就是从它出院，然后慢慢的照顾它、安抚它，所以它现在其实是很亲人的。我是支持禁用山猪条的。台湾动物共生联盟初6举办山猪条受害的狗仔聚会，现场来真侪主人带受害的狗仔，互相来分享因照顾的经验。现场啊示范装饰这个山猪条，一旦来夹到动物的脚，因讲拢无法度拧开，脚可能爱锯掉。虽然动保法敢若规定禁用山猪条，不过联盟坦白讲效益无大。宜兰新北市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县市，经由订定动物保护自治条例，对制造贩卖、出售山猪条这金属的特殊陷阱，相当于罚75000块，总计已经罚10万件了。山猪条放着，它满山遍野放着，你根本不知道是谁放的。除非你当场抓到，否则是没有你抓不到人。民众在他县市购买，然后来到我们新北市来使用，那当然这个源头就很难去阻绝，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动保法能够做这一块的修法，把电商平台的一个连带的责任能够纳进来管理。
新北市动保处指出，中国来山地条大部分对盗宝者电商平台境外进口到台湾，所以联名呼吁中央应该修法加严，动保法落入禁止输入制造范围，持有山地条对源头来管理，避免动物受伤悲剧一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伫咧宜兰有一阵居民永过因为生活艰苦，为旧山岛搬来本岛生活，后来煞无机会搁转去故乡。即阵因逐年拢会举办活动，互后一代少年人会当搁较熟悉故乡的历史。台语台青春咱的梦，小等的7点半，咱做伙对船仔出航，甲旧山岛的记忆找倒转来。透早，宜兰乌石港的船仔准备要出发。这是旧山岛社区发展协会每一年举办的大海心旧山情的活动。这只船载迁徙去头城的旧山人，甲因的后代，回来故乡制作堆书。对这旧山人来讲，这毋是来佚佗行搭，是因心灵的归途。第一届起来时阵，其实就是旧山人是头一辈起来。我甲迄阵我较细汉，我甲阮妈因拢亲戚因拢同齐。民国66年。旧山岛的居民因为生活艰苦，加上捌拄着风台扫来，或者的居民住伫遐拢无通食。伫政府的建议之下，迁徙去宜兰生活。毋过想袂到后来，旧山岛就封列做是军事区，禁止登岛。已经搬离开的旧山人，自这起20几年，就敢若会当远远看伊的故乡。一直到民国90年，旧山里正式正名成功，这居民才总算会当搁一摆返去因的故乡，找因的根。旧山岛的老伙仔甲讲你著爱去真正恢复旧山里哦，无后摆吼，后摆旧山岛的子孙啊吼，搁3代4代都袂记哩啥。旧山岛的祖先是对旧山岛遐来的。由旧山人后代组成的海波浪工作室，带少年人加入渔村学传统的技艺，记录济伙人的故事。为做72角的风吹到捡鱼仔做标本。因用双手守护这块土地记忆，透过伫渔港行踏，互更较侪人认捌旧山岛的文化甲生态。想要把龟山岛迁村的故事脉络，就是比较深入的把它完整的记录保存下来。算我拍开啦，就是互这少年人当入摆啊。你若想要做啥，你就讲出来啊，其实伊就会帮助你去做。宜兰的遮的少年囡仔，我感觉比其他的县市拢有较爱宜兰一丝呢。透过这阵少年人的拍拼，互旧山岛的文化有新的生命。这粒岛屿一体记忆，嘛化作是一波一波的海涌，延续这份生命力，嘛互宜兰海洋的文化有新的开始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，宜兰报道。新闻的最后，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。北部地区上低17度，上悬26度；中部地区上低13度，上悬27度；南部地区上低15度，上悬28度；东部地区为18度到25度。外岛地区16度到23度。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，稍等下请继续收看《青春咱的梦》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